你以為有競爭係一件好事？ PayPal 嘅聯合創辦人 Peter Thiel 佢話你錯到離晒譜啊！大家有冇試過喺公司入邊咧，為咗可能爭一個位啦，爭一個 project，爭一個客，同啲同事咧鬥到面紅耳綠啊？你可能覺得喂，公司有競爭好正常啫，係咪？甚至係覺得啊，競爭先會令到大家進步啊嘛。其實我自己咧以前都係咁樣諗噶，返 full time 嗰陣咧，成日同其他 team 去比較啦。同其他公司去搶客啦，爭個 pitch 啦，贏咗就覺得好威啊，輸咗咁啊再通宵改個 proposal 啦，再嚟過。我以為呢個就係進步嘅方式啊，你唔競爭，你就會被淘汰。咁但係後嚟咧，我睇到呢本書咧，先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搞錯咗呢樣嘢啊。呢本書非常之出名，咁就係 Peter Thiel 嘅 Zero to One。特別係如果大家咧創緊業啦，又或者想開始你自己嘅一人公司咧，呢本書絕對唔可以錯過。我夠膽講句咧，呢本書應該聽完咧可以俾到啲啟發大家噶。咁呢位作者 Peter Thiel 就係 PayPal 嘅聯合創辦人啦，亦都係當年 Facebook 嘅第一個外部投資者，同時亦都係矽谷最有影響力嘅創投資本家之一。咁今日我就會講呢本書嘅部分精華內容啦，而嚟緊幾日我會同早餐會會員嗰邊講晒成本書嘅。嗱，咁啤啤我咧係一日出一條片嘅。所以如果你今日係新鮮滾熱辣聽呢條片嘅話咧，咁我嚟緊4日就會逐步咧去更新晒成本書嘅精華內容嘅。早餐會會員係1年365日，每一日都有新節目聽噶。每本書都係由啤啤我親自睇完再講，真人睇書，真人講書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事不宜遲，我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啦。咁作者咧就喺呢本書提出咗一個好反直覺嘅核心觀點啊，佢就話啦，競爭唔係好事嚟噶，競爭係壞事嚟噶。咁可能你會話啦，喂，啤啤唔係，冇競爭咪冇進步啦，係咪？咁大家咧聽埋落去先，你就知佢咧想講啲咩噶啦。作者就首先咧將進步分成2種啊，第一種叫做水平進步，即係將已經存在嘅嘢複製更加多啊，由1去到 N 咁多。譬如舉個例子，你見到有一間茶餐廳，哇，佢做得好成功喎，咁你就喺佢隔籬開到一間一模一樣嘅，咁咪有競爭啦，係嘛？咁而第二種咧就叫做垂直進步啊，亦即係咧創造一啲全新嘅嘢，由0去到1啊，由冇去到有。例如第一個人發明智能手機咁樣啦，嗱，咁你就咁聽咧都知道，即係由0去到1，即係由冇去到有咧，當然就係可以獲得最大嘅利潤啦，係咪？相反啦，即係如果你見到喂人哋做得成功，你只不過係抄人哋嘅，咁呢種咧就係只不過係一個水平嘅進步咯，唔係一種垂直嘅進步啊。咁作者又話咧，即係我哋而家嘅全球化，其實就係水平進步嘅極致咯，就好似嗰間茶餐廳咁樣咯，就係靠複製咯。譬如係將西方行得通嘅嗰一套複製到去一啲發展中嘅國家，聽落都好似好正啊，係嘛？全世界一齊進步嘛。咁但係作者就話個問題咧就出咗喺呢度啦，就係當越嚟越多人用同一種科技咧，咁佢哋就會爭奪同一種嘅資源啊。譬如係汽車普及之後，咪全世界都爭石油咯；智能手機普及之後，就全世界都爭嗰啲稀土。咁如果所有人都爭同一種資源，最終就會導致有衝突啦，係嘛？而唔係進步啊。而問題就係咧，今時今日大部分嘅公司咧做嘅其實都係水平進步嘅嘢啊，即係我哋觀察下日常生活中咧，你身邊發生緊嘅嘢都係噶，嗰啲人睇下邊個成功咧，佢咪抄邊個咯，改少少嘢，跟住咧又推出個市場，結果就係咩？結果就係所有人都爭同一批客咯，用同一批嘅供應商壓同一個利潤率。咁經濟學入邊咧就有個概念啊，叫做完全競爭。Perfect competition， 咁講嘅咧就係當嗰個供給同埋個需求達到一個完美嘅平衡嘅時候咧，咁嗰啲供應商其實佢只係打個和嘅啫，根本賺唔到錢啊！你越努力競爭，你就賺得越少。咁作者書入邊咧都舉咗一個好經典嘅例子，佢就話啦，Microsoft 就做一個操作系統啦，係咪？咁 Google 咧就係做搜尋引擎噶嘛，兩間公司嘅核心業務咧其實係完全唔同噶。理論上係冇需要競爭嘅，咁但係佢哋就互相視對方為競爭對手。Microsoft 佢就做咗一個叫做 Bing 嘅搜尋引擎去打 Google 啦，
咁而 Google 佢又做咗 Chrome 呢個操作系統去冚 Microsoft，咁結果就係咧，佢哋忙住互相競爭、互相鬥嘅時候咧，Apple 已經靜雞雞咧超越咗佢哋兩個嘅市值啊。而呢個就係競爭嘅代價啦，就係你將所有嘅精力放喺擊敗對手嗰度，而唔係創造新嘅價值嗰度啊。咁聽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啦，就係如果競爭係一件壞事嘅話，咁我哋唔通唔應該競爭咩？即係你做一間公司，你點先可以突圍而出咧？點樣先可以賺到錢咧？咁作者嘅答案就係壟斷啊。嗱，聽到壟斷咧，可能你會覺得壟斷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咩？但係作者就話啦，你諗嘅嗰種壟斷咧，即係可能同佢呢度嘅壟斷嘅意思有啲唔同啦。你諗嘅嗰種咧，就係壟斷一啲必需品，然後任意去加價。咁呢樣嘢的確係唔好嘅。咁但係佢呢度壟斷嘅意思咧，就係你可能係創造咗一樣全新嘅嘢，好到冇人可以同你競爭嘅。譬如係當年 Google 嘅嗰個搜尋引擎，就係呢一種嘅壟斷咯。佢唔係話靠霸佔個市場噶，唔係靠打壓對手噶，佢只不過係靠做咗一樣嘢，而呢個產品嘅質素係比任何人都好10倍以上。佢係用產品嘅質素嚟做到一個壟斷啊。咁而作者咧，佢仲指出咗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啦。佢就話啦，通常壟斷嘅嗰間公司咧，就會話佢哋唔係壟斷啦，係咪？因為驚俾人告啊嘛。佢就會話自己咧，我淨係喺呢個大嘅市場入邊咧嘅好細嘅一份子嚟嘅咋。咁但係調翻轉啦，同佢競爭緊嗰啲公司咧，佢就會話我哋係呢一個領域入邊嘅專家，係呢個領域嘅龍頭。即係個意思咧，就係話當你真係嗰個行業嘅壟斷者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個姿態係會擺得低啲噶。因為你唔想俾其他人去告你壟斷，但係相反，其他競爭者咧，佢哋就會比較吹捧自己啊，係呢個行業嘅龍頭。咁聽到呢度，可能你都會覺得，喂，啤啤，我又唔係做生意嘅，呢一啲只係一啲企業嘅嘢啫，係咪？同我冇乜關係噶。咁但係我哋可以諗下，我哋嘅職業生涯啊，特別係而家啦，係嘛，即係度度都話炒人啦，競爭越嚟越激烈。我哋喺一個競爭咁激烈嘅市場入邊，同咁多人去爭同一個職位。咁你就諗下啦，你同其他人嘅分別係只不過係即係嗰間茶餐廳咁樣啦，好似即係你只不過係人哋有嘅嘢，你都係複製，你都有同一樣嘅嘢，定還是咧你係有一樣獨特嘅技能，令到你無可取代咧？你係一個水平嘅進步啊，定係一個垂直嘅進步嘅市場入邊咧？特別係如果聽嘅你咧係開展緊一個副業嘅話咧，咁更加需要諗呢個問題嘅就係你係咪只不過係另外一間嘅茶餐廳咧，定還是你係創造緊一啲咧從零到一，從冇到有，好似咧一個 smartphone 咁樣嘅嘢咧？而更加令我哋不安嘅問題咧，就係作者就話大部分人連思考未來嘅方式咧都錯咗噶。你以為努力就會成功啦，但其實你嘅世界觀咧已經決定咗你會唔會做 planning 啦，會做啲咩計劃啦。而家大部分人有嘅嗰種世界觀，又或者金錢觀，正正就係最不利於成功嘅嗰一種啊。而好多人都話咧，即係譬如你想創業，但係你唔知去點樣着手啦，唔知道個 idea 可以係啲乜嘢啦。作者就話咧，其實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所謂嘅創業嘅秘密啊，等緊人去發現噶。但係大部分人都已經放棄咗去揾啦。咁如果聽嘅你咧，都係你想創業，但係你唔知點樣去着手嘅話咧，咁呢本書我覺得應該可以幫到大家嘅。而呢本書我 total 講咗5集，有興趣嘅可以撳下面 comment 條 link 去聽晒佢啦。會員們聽日再傾，拜拜。